自己以前在做作品刚开始要做的时候，会想办法做得非常的完整。完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会把每个毛边都很像拿剪刀把这些毛边都修掉，做起来就是会非常的像机器整齐，然后东西看起来就是好好的、美美的这样子。对，但就是不是说这样的东西不好，而是它对我来说，我那时候就是太狭隘了，就是觉得一定要把什么东西变成什么样子，那个叫做好。那个对于好的样子、完整的样子就非常的狭隘，所以我自己的历程是上了大学之后看到了，为什么也是看了很多人就说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他的原因是什么？或者是说这个人的生命历程是怎样？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才会长这个样子。就是反而看了比较多各种视觉经验，就是理解了生而为人，所以他做的东西是很人性的，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，而不是这么的狭隘，所以慢慢的才有眼界有比较被开启，不会说只接受某些样式就叫做漂亮，或就叫做好。